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啊，真欢喜看到大家伫主日来到圣殿来敬拜阿乐主。啊，今仔日有圣礼典吼，啊，咱要来收圣餐，啊，请大家准备心。咱即时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平安过一礼拜。阮阁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阿乐你。主啊，即时求主你甲阮同在，开阮的心灵，透过今仔日礼拜，甲你有好的相拄。而且，阮献上阮的感谢，求主你祝福。阮的祈祷拢是互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即马来开始来拓练咱的诗歌，咱先来看献诗606首，靠主稳定奇妙溃大的保护。那请司琴简单弹一解。靠主稳定奇妙溃大的保护，甘心天后主所安排道路，愿在上帝密力无电的照顾。咱的新日子主亲切祝福。咱对这首音乐真熟吼，咱可能就是亲像第一节跟第二节同齐唱来。来，咱来同齐来唱。但是最后也是被处死刑哈。但是那个也歌词下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对不对？看了就心里就会痛一下。好，那在第一扎，再来唱一个来，好来唱，来第一节好，搁一个，好来第一节。咱来继续看献诗200首。天地讲起上帝恩光，天地讲起上帝恩光，强抢保养主交传，日三煞三宿无言无语，专拄只在把真风雨。好来，咱总共有节吼，咱来
兄弟跟姊妹轮流唱第1跟第2节就会使啊吼，来第1节咱先请姊妹先来，来姊妹请。来给那第1节，再来一届，姊妹再来一届，来请。天天高起上帝恩歌，强强保佑主主主，你所说的话，团结在来第2节兄弟，请。天天相依不同家庭，在身边我高举，你面对不同的光芒，从未给他停放。来，搁第1届第2节兄弟来请。因你相依不同家庭。到遮吼，咱继续看咱的乐圣诗，咱已经是6月啊吼，来376首，这个月6月吼6月份的乐圣诗，我是欢喜吟诗出声。咱来先读一届歌词吼，同齐会众兄弟姊妹同齐先来读第1节歌词来，请咱先来读一届来。我心欢喜吟诗出声，阮的祈祷求主听，在你常常甲我徛起，你牵我手三人行，你牵我手，你牵我手。你到位通我同行，好，来第2节，咱继续读，来第2节，咱若得着有门艰苦，求主是阮来看顾，互我在你甲我徛起，使我开力来保护，使我开力来因此开力来保护。好，来第3节，咱继续咯，第3节来请。咱若得着理想力量，也是阮的弟兄，暂我在你甲我徛起，你照顾阮的勇行，你照顾阮，你照顾阮，你也是顾阮勇行。好，咱总共读3节吼，咱肯定3节全部来唱一届，来第1节来。全部来请。我心我的吟诗出声，我的祈祷求主听，在你手中高能徛起，你甲我手三人行，你甲我手，你甲我手。因为伊的旋律吼较无共款，伊是一个乌克兰的写的，所以也是乌克兰人的当地的一个唱歌那个民谣的方式哦，可能大家再习惯一下哈。来，咱来第1节第1节，再来一届来，来第1节，请。我心欢喜吟诗出声，我的祈祷求主听，在你手上高能徛起，你甲我手
再。这首有较难唱，就是因为开头吼，那个开头较头前的所在吼，较歹唱，因为伊的音程吼，所以可能大家再多唱几次吼。来，那第三再来，第三再再来一个，来第三节来。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嘴唇要尽壮你，我要一世人尽赞你，我要夜求求叫你的名，我的心神会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来称赞你。因是俄罗上帝。信诗第345首，
信诗第345首，万心欢喜，吟诗出声。万心欢喜，吟诗出声。阮的祈祷求主听，你知常常甲阮徛起，你牵阮手三角行，你牵阮手，你牵阮手，你逐位牵阮同行。信诗345首，请起立因转首。请坐。咱来掀开旧部第7面，告别咱的信仰，咱用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都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人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被阮着伫内岛人来受苦，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，大地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，伊要过来再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。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大家掀开信息后壁面，启应文第43篇。信息后壁面，启应文第43篇。咱做伙来启应。第8日，你会讲，虽然你有对我受亏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主上帝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伊是我的祖先的上帝，我要尊伊做歌。伊会对救阮的水泉欢喜食水。第8日，恁会讲，将伊所做的伫列邦报扬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
住伫失安的人啊，着欢呼唱歌。吟诗学朗上帝，信诗第200首。信诗第200首，天顶降起上帝荣光。天顶降起上帝荣光，从强播扬主情交传，移民杀戮无言无语。传吐之日今丰富，请起立，因全首信诗200首。请坐。咱压头祈祷。至信全能的上帝，你保护受造的万物，管理阮的行做，阮恳求你，保护阮身躯健康，身体健全，心内困气，精神欢喜快乐，互阮各保守阮安分守己，接你的福音，徛起一切善的事工，伫阮软弱的路途中，互阮得到坚强；伫阮困难中引带阮，互阮危险中紧救；伫阮危险中紧救阮。我靠你的圣恩，补助阮一切的欠缺，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个创世纪22章第9节到14节。伫个旧约台语汉语本的第20页，创世纪22章第9节到14节。
找着我来读。因到上帝所指示伊的所在，亚伯拉罕伫遐铁坛将茶摆好，把伊的囝以撒下伫坛内的茶顶。亚伯拉罕就亲手拿刀要杀伊的囝。耶和华的使者对天叫伊讲：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！因讲：我伫遮。使者讲：你毋通对即个囡仔的身上下手，也毋通对伊怎样做，因为我当知你是敬畏上帝，也无将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留伫毋互我。亚伯拉罕也目看见后面有一只羊壳，甲伫住规部的树仔，亚伯拉罕就去掠迄只羊壳来献做烧祭，来替伊的囝。亚伯拉罕名即个所在叫做耶和华以列。到今仔日，人有伫讲，伫耶和华的山要避难。圣经读到遮，请圣歌队来献诗。因的题目是“哦，真美丽无比”。
请牧师来进度，伊的题目是心中的检查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。你的疼痛，你的恩典，拢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互阮每一天都会当伫你的引带内面，有一个真精彩、丰富的一个时间。愿主你继续看顾、保守阮，嘛恳求你的话语进入到阮的内面，互阮对阮的心、阮的灵，领受你话语的教示，帮助阮伫阮的生活中活出你的见证，互人会当来明白了解，互人会当知影上帝你是疼阮所有的人。愿主亲身看顾，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明白了解上帝你的心意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毋知大家伫过去的日子的内面，恁的心内敢有迄种真毋知要安怎形容，要安怎来做一个选择的迄种感觉无？也是讲，你捌有过伫你的心内有一寡征战，我用征战来讲，无用挣扎来讲，迄是因为有时咱真正敢若是一个咧对抗，咱心内迄种可能是一项、两项、三项，有侪款，互咱会当选择的时阵，互咱伫遮的心内，咱毋知影要安怎来做选择的时阵，伫华语叫做挣扎，伫台语内面，我一直咧想挣扎这个词，可能用征战会较恰，会较拄啊好。那呢？伫你要面对做即款选择的时阵，我毋知大家会安怎来做即款的决定呢？若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会当互你选的时阵，互你来选即项代志，你要安怎来做的时阵，那呢？我毋知恁会敢若亲像我有时会陷落伫迄种，我开始咧思考，若选择即个第一项，选择第二项，选择第三项的时阵。后壁的结果会怎样呢？是选这个好呢，也是选迄个较好呢？特别咧，当咱咧面对一个你真重视这个决定的时阵，那呢有可能你的心中迄种真正会搁较明显。今仔日咱读的这段经文，亚伯拉罕虽然经文内面无写到伊的心内是怎样想的。总是咱看到亚伯拉罕甲撒拉，因真无简单，等到上帝应允。伫亚伯拉罕100岁的时阵，伊的后生以撒出世啊！我咧想，因的翁某的心内应该真欢喜，所以我想，对撒拉来讲，伊更较欢喜，因为当时的妇女，若有一个后生的这种状况下面。伊伫家族内面的迄种地位无共款，特别是上帝应允，互伊有后生。即个有后生，无甲迄个亚伯拉罕甲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无共款。所以撒拉应该真欢喜、真快乐，咧看到以撒咧大汉。那呢，咱讲以撒出世。一定是因翁仔某来手中的迄咱讲手掌心中的宝贝，所以翁仔某两个经验到上帝应允。伫迄个时刻，若是你是亚伯拉罕，我毋知你会安怎想。若是我咧想讲啊，这一生真好啊！咱用华语来讲，就是一生了无遗憾啊！而且会更较相信上帝。不过，上帝考验敢安尼就结束啊吗？我想对亚伯拉罕来讲，伊毋免阁对别人来讲白贼，毋免对别人讲伊的某撒拉是伊的小妹，伊毋免阁烦恼家己的性命会互人来抬。但是真正的考验伫今仔的经文内底，咱看到才开始尔。咱看到亚伯拉罕对哈兰开始，伫伊要出去离开哈兰，伊就一路拢听到上帝的命令，
上帝的话语，伊向前来行。上帝叫伊继续往头前行，伊就往头前行。现在上帝对伊下一个命令，下这个命令，伊敢有法度遵行着上帝的话语来照做呢？那呢，亚伯拉罕的心内到底咧想什么呢？伊敢会去误解着上帝所对伊讲的话，也是伊无想要去遵行上帝的话呢？经过一段时间，以撒出世；经过一段时间，以撒渐渐大汉。所以伫这个时刻，咱看到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。咱讲试验，定定是透过一寡困难考验，互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会当表现出来。所以当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，你要带着你的后生，就是你所疼的独生囝以撒，阿摩利迄个所在去。我要甲你讲，伫一个山顶，你要将以撒当作是烧化祭献互我。我想亚伯拉罕听到即句话，伊的心内毋知是怎样咧想的，因为伫迄个时代，伫古早时迄个晋东文化的内面，有献迄个拄啊熟的即个米，正做祭米的一个方式。即个祭米包括着拄啊发出来遮的五角，有头生的前生，特别的状况的下面，有人佫会献伊的大囝，正做祭米。咱若根据着以色列的传统，献烧化祭的时阵，爱先将遮的动物杀死，然后才完全来烧去。所以，这个献祭上主要的目的，是要将祭米完全的奉献，正做献予上帝芳芳的祭。伫这种文化情景的下面，上帝拄则对亚伯拉罕所下的这个命令，咱会当来理解，就是爱献祭。但是，这个处境对亚伯拉罕来讲，是一个两难的状况。也是讲，亚伯拉罕若是听到上帝的命令，杀死以撒，正做一个祭米献祭，那呢，上帝透过以撒要互亚伯拉罕的应允，安尼就结束啊呢？上帝应允就无去啊呢？若是亚伯拉罕无顺探上帝的命令，那呢，亚伯拉罕就违反着十条诫内底迄个无听上帝的话。所以亚伯拉罕伫当时，我想伊应该想袂通，上帝的命令甲上帝的应允两个咧冲突呢？那咧看起来，上帝是毋是家己真矛盾？家己所讲的遮的话，互亚伯拉罕毋知要安怎做。但是咱详细看，上帝应允是甚物？上帝应允是爱透过以撒，互亚伯拉罕留伊的名伫后代。但是上帝却命令将以撒杀死，直到伊无后代，无未来的希望。等于到一开始，伊的某无法度生的这种情景，那呢，就无迄个毋茫之地。所以咱若对创世纪11章30节，对亚伯拉罕受呼召迄个点开始来看，伊整个的信仰的旅程的时阵，若是将以撒杀死，那呢就完全无意义啊！亚伯拉罕对哈兰一直行到这个时刻，伊到底咧做什么？当亚伯拉罕完全咧信靠这个应允的时阵，伫这个时刻，上帝讲将以撒献互我，那呢这个应允就要互废除去啊！我想亚伯拉罕的心中应该真正正地的听上帝的话，将以撒献做烧祭，正做一个祭米，也是无要献互上帝，为着家己
保留一个后代的一个愿望，无插上帝的话，无要插上帝所讲的这代志。我想阿伯拉罕伫即个暗暝，伊无法度好好困，我想伊应该困袂去，所以第二天早起一起来，我毋知影即个时阵阿伯拉罕咧想啥物。不过，咱对圣经的记载来看到阿伯拉罕的动作，伊就开始备办献祭所需要食的茶。伊将这破好的茶放伫炉仔的开只瓶，然后伊整理要出发的这行李，带着以撒甲两个奴仆，照着上帝指示向前行。我咧想，阿伯拉罕伊的心中有精进，不过伊也是做了一个决定。伊决定要听上帝的命令，要照上帝的指示，带着以撒去完成上帝所要爱的献祭。所以第三天，阿伯拉罕已经要到迄个献祭迄个山，伊远远看到迄粒山头，伊就对伊的奴仆讲：“恁留伫即个所在，我带着我的囡仔去遐敬拜，然后佫转来恁即个所在。”即个时刻，阿伯拉罕悠然咧精进中，伊对咱会当对转来，伊讲：“我会佫转来到恁的中间。”即个转来伫希伯来文的内面是用一个多数，就是毋拿一个人的意思。转来到即个所在，咱若对原文来看时阵，嘛会当看到阿伯拉罕的内心，伊心内真正有一个渴望，伊的渴望是以撒会当甲伊做伙转来，毋是将以撒献伫迄个所在，伊家己一个人转来到奴仆咧留伫因的迄个所在。嘛有可能阿伯拉罕毋免甲奴仆讲，伊要将以撒献做一个祭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若是你若是阿伯拉罕，你面对即款的情景的时阵，你会怎样做呢？阿伯拉罕心内可能安尼咧想：上帝赏赐予我伊的应允，即个时机，佮要将伊所赏赐的摕走，这互人的心内真正真精进伫的，有冲突伫的呢。实际上，咱每一个人的理性，也是用哲学的角度来看，咱都无法度明白上帝即时所做遮的代志。也就是讲，信心伫即个时刻，是咧回应着上帝做即个真奇怪的作为。信仰的信心，是咧回应讲，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信仰的信心，嘛是咧对上帝回应咧讲，是上帝，你的应允是永远袂改变的。那呢，当咱每一届咱咧举行圣礼典的时刻，伫每一届圣礼典，咱有兄弟姊妹要受洗礼、献信礼，要信仰告别，当因的身躯顶，其实咱拢会当看到上帝应允伫因的身躯顶来显明出来。也是咱回想咱家己，当咱伫众人的面前，咱伫上帝的头前，咱伫甲上帝立约的，咱信任上帝是一个唯一的上帝，咱信任耶稣基督是一个救赎甲毋忘过我的耶稣基督，咱信任信神伊的扶持甲帮助的时阵，咱的信仰的旅程才拄开始尔。亲像阿伯拉罕。伊的生命的旅程，伊的信仰的旅程，其实是这整个的过程的中间，毋是遐尔顺利。阿伯拉罕伫过程的中间，伊嘛有显出家己的软弱，但是伊愿意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向前行。伫一届搁一届的试炼的中间，伊渐渐行向完全信靠上帝的方向。所以，当咱咧讲阿伯拉罕是真做咱信心的模范的时阵，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内面，
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，伫即个时刻达到上悬的即个点。上帝对伊的信心是一个上尾的考验。所以，当亚伯拉罕伊要到即个献祭的所在时阵，亚伯拉罕爱做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就是伊爱听上帝的话，将以撒献上给上帝。然后，上帝头前所对伊讲的应允结束无去啊，也是伊会当做另外一个决定呢。当亚伯拉罕对炉仔顶将遮要献祭用的遮的茶摕落来，互以撒拍着遮的茶，家己手内底摕迄个要杀精生的刀，也阁有准备要来献祭用的遮火的工具。啊，看到、想象到爸囝两个人渐渐行往山顶的即个情景，亚伯拉罕伊的心内也阁有代志，互伊真踌躇。伊无讲任何的话，但是伊的囝以撒听到伊的老爸甲罗伯讲，阮要去敬拜。以撒看到家己身躯顶所拍遮的茶，看到老爸手中的刀甲火的即个火种，伫伊的记忆的内面，以撒知影，自细汉要献祭一定爱有祭物伫的。总是伫即个时期，因两人的身躯顶，因的手中无摕任何的祭物，所以以撒就问亚伯拉罕讲：献祭要用的羊羔伫倒位咧？亚伯拉罕甲回答：囡仔，献祭要用的羊羔，上帝会亲身备办。对于即时的亚伯拉罕来讲，上帝会家己来备办一要诚做烧化祭的羊羔。这个羊羔就是以撒。但是亚伯拉罕无法度对以撒讲，你就是迄个要献祭的羊羔，因为实际上，以撒确实是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，爱诚做祭物献祭的祭物，也确实是上帝所备办的羊羔。当两人照着上帝指示来到山顶。亚伯拉罕开始起做祭坛，伊将这茶放伫祭坛的顶面，然后亚伯拉罕做一个动作，将以撒拔起来，放伫满满茶堆的祭坛的顶面。以撒互拔起来，经文无写到以撒的反应是怎样，无写到以撒的心内到底咧想什么。总是咱看到经文，咱来想象到亚伯拉罕手中的刀，伊一要落手将祭物杀死，要将以撒杀死。以撒要诚做烧化祭的祭物，这个时刻代表着上帝的使者天使，连烧线画着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这阵，伊手摕即个刀压悬悬，伊听到天顶有人咧叫伊，伊就回答：我伫即个所在，我伫遮。咱若对22章的经文，咱对第一节以及第11节，亚伯拉罕咧看到面对上帝的呼叫的时阵，伊拢是真紧就回答。亚伯拉罕伊知影。因为伫过去伊的信仰旅程的内面，当上帝咧甲话时阵，伊知影一定有代志。咱看到第一节，上帝咧甲话的时阵，是要带来一个考验。上帝命令伊爱将以撒献做祭物，但是伫即个时刻，上帝是咧阻止伊真正要杀以撒这件代志，
所以甲讲，你莫下手去伤害即个囡仔。伊讲，我已经知影你是敬畏上帝，你无将你的后生留落来，无将你的独生囝留落来，无要互上帝。即个时刻，我咧想啦，阿伯拉罕心中的迄种挣扎，应该就放落来啊。头前毋知要安怎，要做无爱做，伫即个时刻，阿伯拉罕心中的挣扎已经放落来啊。所以阿伯拉罕听到即个声，伊开始看四周围。伊可能拄啊开始来到即个山顶的时阵，伊无看边仔有甚物款的物件，因为伊的心思拢放伫以撒要成做祭米的代志顶面，互天使阻止，伊的心放轻松啊！伊往四周围来观看，看见一只羊角伫迄个树的内面，伊的角。互即个树枝卡掉的，无法度离开，所以阿伯拉罕就将即个羊角正做烧化祭祭米来代替以撒来献祭。所以阿伯拉罕就称迄个所在正做以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会看顾，耶和华上帝会家己备办做迄个烧化祭的羊羔。咱若过经文看这个所在，我毋知咱的心是毋是甲阿伯拉罕同款，放落一粒石头啊？因为阿伯拉罕通过了上帝的考验，所以天使搁一届甲讲，上帝是祝福甲应允的上帝，因为你阿伯拉罕是遵探上帝的命令，这个祝福要到你的后代以及万国，拢会因为你得到福气。当阿伯拉罕以撒咧讲上帝亲身备办献祭羊羔的时，阿伯拉罕讲出这句话，是一个完全的信靠、甲完全顺服的一种宣告。阿伯拉罕无甲以撒讲，无甲以撒回答讲，你想要知影羊羔伫倒位？阿伯拉罕无讲。因为迄个时刻，阿伯拉罕的内心咧挣扎，伊无想要互以撒知影，伊就是上帝所备办的祭米。阿伯拉罕家己嘛毋知影，上帝伫迄个上尾的时刻，敢会出手来救以撒？阿伯拉罕毋知影，伊真正毋知影，伊毋知影上帝是咧备办以撒。也是备办其他的动物，正做祭米。咱对今仔日这段经文，咱看到一开始是上帝咧考验阿伯拉罕，上帝是一个考官、考试官。但是咱对故事的上尾，咱看到上帝正做一个供应的，上帝家己备办啊。其实这段经文在表明着上帝是一个唯一而且完全通信靠的上帝，在表明上帝是一个有主权的上帝，在表明上帝是一个有怜悯、有信实的上帝。所以，当上帝咧考验阿伯拉罕的时刻，各位兄弟，咱回想咱过去的一生，也是你现主时的状况。我毋知恁敢会安尼想，上帝你咧考验我吗？当咱对经文内面，咱咧主张讲上帝的供应，上帝家己的备办的时刻，当咱咧确信上帝的考验的时阵，咱爱有这种的信心的时，其实咱爱有一个真强烈的一个信仰，因为咱确认上帝是生命的源头。所以，当阿伯拉罕第22章第8节以及14节咧讲，上帝家己会备办献祭羊羔的时阵，就是咧宣告，迄个出现、迄个代替羊羔，毋是一个真偶然的情况，毋是讲运气真好，伫边仔拄好有一只羊仔伫迄个所在。
这毋是一个真自然的状况，实际上，这是上帝主权，这是上帝伫考验内底的恩典。上帝会考验咱袂？的确，上帝会考验咱。上帝真正会甲咱每一个人考试。总是上帝嘛会为咱备办恩典。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、咱的人生的旅程的中间，考验的确伫咧，恩典嘛存在。伫上帝整个的计划内面，有时是时间还未到，咱无法度看到上帝早就备办的恩典。咱爱相信，上帝是无所不知，上帝是监察咱每一个人的。神学家奥古斯丁对这段经文，我感觉解说了真好。伊认为讲，到这个时刻，上帝才知影亚伯拉罕是敬畏伊的，倒不如讲，上帝伫这个时刻，才互亚伯拉罕真正明白，伊有完全敬畏上帝。伫过去这段时间，我毋知咱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恁有看到上帝的备办无？若是我对我的后生，伫即届要申请大学的整个的过程中间，当然伊家己爱付出真侪努力，总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我看到伊有上帝恩典备办伫地。伫每一个时刻，上帝拢有差派天灾。上帝拢予伊会当真顺利去看见家己未来的需要。上帝嘛伫即个中间，予伊去经历到上帝早就备办伫地的恩典，所以真欢喜。伊申请，伊伫争取伊家己心目中伊想要去的学校甲考试。我为着伊欢喜，我嘛毋望伊未来的道路会当继续牵条伫上帝应允的内面，因为这个应允是永远袂改变的，恩典嘛一直拢伫地。未来咱拢无法度去想讲未来会怎样，咱拢无法度去设定讲未来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但是咱爱做好家己应当做这的一切准备。亚伯拉罕准备献祭所需要遐的茶，遐要生火的器具，伊嘛遵趁着上帝的命令，将以撒带去做祭物。但是上帝毋是真正要以撒成做真正的献祭的祭物，所以上帝就备办一只羊角仔伫边啊。咱看到这段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，伫这个时刻伊要结束啊！上帝应允嘛要开始一步一步来实现啊！新的世代接着是另外一个世代，所以咱在想，咱在看上帝应允，咱在看上帝恩典，咱若翻头看咱过去的日子。咱若看咱文山教会过去的历史，敢毋是安尼吗？承接顶一个世代，到咱现主时的世代，延续到后一个世代，这是上帝应允一直拢伫的，上帝会亲心备办。咱就爱亲像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咱继续勇敢向前行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，阮知，阮的信心会起起落落。阮知，这一路顶面有侪侪挑战。阮知，每一个时刻拢有你的恩典同在。愿主帮助阮。互阮的一生牵条着你的应允，互阮的一生回应着你的应允，互阮所领受的，阮要互
人来看见，上帝你的恩典极大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们来举行圣礼典。伫今仔日有一位兄弟要来献信礼，有一位要来做信仰的告别。咱来唱圣诗第354首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咱唱第1节到第2节。在唱的时，请要献信礼的兄弟来到台前。这是咱要来举行圣礼典，来信群开伫中央。咱得到帮赞，是靠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的。这是徛伫咱头前的张信群，伊细汉已经受过洗礼，今仔日要来行献信礼，来告别伊的信仰，通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的内面。主所听的张信群，你细汉的时已经受过洗礼，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成做伊教会的会友，你属伫伊。上帝的恩典已经予你长大成人，但你要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，要来承认你的父母替你的告别的信仰，就是你早时伫细汉的时阵，你的父母带你来行小儿洗礼的这个信仰的告别。这是你要来归属伊，献家己予伊，你嘛爱忠心立约，要来服侍伊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，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承认我的，我嘛要伫我的天理的爸的面前来认伊。所以，这时我劝勉你，要告别你的信，以及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诚实回答我所要问的问题。第一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信神做你的保惠师，也无？第二，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？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来得到罪的赦免，也无？你着倚靠上帝，尽力来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，也无？这是要来宣告，咱请会众起立。你细汉已经受洗礼，这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。我倚靠教会的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的官兵，接纳你成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约的恩典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面上，你嘛有保守应允，阮每一个人到落尾。感谢你对这时接纳信群，
成做你的囝儿，你要施落恩典伫伊的身躯顶，互教会嘛对接纳伊来就近上帝，三甲欢喜。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互伊有份伫你的名的内面。愿感谢你，因为伊过去自细汉到大，伫信仰的培育以及伫伊的生活的内面，拢有好的帮助。恳求你赦免伊的罪，伊要即时要来奉献家己，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伊。当伊咧接近圣餐的时，伊要接纳主耶稣身躯甲血的时，求你互伊得到你的疼，有份伫你的恩典的内面。天父上帝，恳求你，你用对顶面来的能力来保护伊，互伊永远属伫你。日日伫信心的引带的内面来进步，到伫你永远的国度的内面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要请小会员来接纳。献身礼，所以这张证书是咧表明你甲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尔吼。但这个记号是外在，上重要是你的内心、你的灵内面，甲上帝已经拢结连啦。来。教会有安排属灵的同伴，陪伴伊伫未来一年内面，无论伊伫祈祷。伊伫读经，也是伫信仰方面的问题，拢会当甲即个属灵的同伴做伙，咱安排了一轮吼来陪伴伊。教会嘛送一本圣经互伊吼。好，咱每一个人拢真做伊的见证人，所以呢，后摆来甲多督促他吼。好，多谢。咱阁有一位是信用个别，咱请蔡依婷来到台前。信用个别，就是你早前已经伫其他的教派来受洗礼，这是你要归入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文山教会的内面，所以有要问你的问题，你要照你的内心来回答。你有蔡依婷，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做你信仰唯一的根据。有。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、尼西亚圣经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？好咱伫昨的小会已经有接纳伊，所以即时咱请小会员来握手来接纳。咱教会以往有安排信仰个别有一位属灵的同伴。教会安排是新宇吼，因为新宇今仔日有代志，所以咱请韵如代替新宇来送伊的圣经甲放送会。上帝嘛赏赐依婷吼。北岛内面的囡仔后个月要生产吼，所以咱嘛爱为伊来祈祷吼。上帝所赏赐的产业是遮尔啊稳定甲丰富，吼，咱就定定为伊祈祷。
好，这时咱要来举行圣餐，咱要来举行圣餐，请人来唱圣诗第359首。圣诗359首，伫早起上帝默识圣经，咱唱第1节到第2节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是咱要来领受圣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建立属地以教会的陪餐者，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归允伊的人所讲的话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。我决断无气杀伊，枵喙焦、心慕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疼痛，甲咱众兄弟姊妹同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所受，也捌传互恁。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擘开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食了后，搁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。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的内面，咱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愿遵探着你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食，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。愿谦卑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，也互圣别者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通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，会通成做属灵的朋友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愿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每一个人，以牺牲定伫十字架。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你我所拍破。咱请服侍丢了。
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有人无摕到饼的无？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既然恁每一届食这个饼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佮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。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长老。咱阁有兄弟还未摕到杯无？
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同心来领受。咱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疼痛，甲咱每一个人同在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我感谢全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，我会当3到5分来领受你的圣餐，正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。我明白你介意阮，你疼惜阮。互阮知影，阮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是受到你祝福的忠实的信徒，嘛是你永远国度的护的。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家己互你的时阵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伫即个圣洁的交通的内面，对待以后通荣光你的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信息第605首。信息第605首，靠主恩典奇妙溃来地保护。靠主恩典奇妙溃来地保护，艰辛听候主所安排道路，愿在上帝明日。无停的地保护，逐个新日子主亲切招呼，请起立因全首信息605首。
想你。真济，这是咱来奉献。咱今仔日有2摆奉献，头一摆为着圣餐来奉献。今仔日圣餐奉献是为着目杂馆。第二摆是为了主日奉献。
请坐。下面咱来报告的大臣，请大家掀开就报第2面，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来读2遍。既若你所做的，就对你身来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。哥罗西书3章23节。既若你所做，就你来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。哥罗西书3章23节。请大家掀开就报的第3面，下面拜三查经祈祷会经文是撒母耳上传第24章，主理是科波书，词汇是利普即书。礼拜经文是创世纪22章第30到16节，题目是归属一地。课文第47篇，信息是345首、201首、608首、399首，主理是科波书。这个经文是第23章吼，23章第3到16节。伫圣礼典的部分，建新礼拄仔未记介绍咱建新礼甲信仰个别因的亲人吼，信群的亲人，咱有在场无？请起立，互阮家己欢迎一下。请坐，咱拢捌啦吼 ，OK。信仰个别依婷吼，依婷因先生有来到咱中间啊，咱嘛甲因欢迎。好，请坐。好，请大家掀开直播的第6面。咱报告第1点，今仔日是圣礼典。今日圣餐奉献是为着咱的牧师馆的目杂馆来奉献。第2点，儿童主要伫7月初3到初4。2个暗时，伫咱教会有营会，要搭帐篷伫即个所在要过暝。即马就是要请咱会友伫个教会500公尺左右的会友，会当互遮个小朋友会当去恁兜会洗身躯，吼。然后第3点是本日下晡1点，伫个目杂馆要召开2023年度第100个筹备会，请礼拜组并圣诞节甲感恩节会议了后，要召开礼拜组的会议，请会员参加。第4点。本周日的儿童主义学会同工，伫个11点，伫个地下室1楼要开会。第5点，各团契要交后一届聚会内容，互干事要圣诞侍奉的安排，到6月19日进行。第6点。玛纳团契第3届的同工，会长是张胜群，副会长是张景元，书记是周绿建，会计是林崇珍。第7点，是一个活动啊，叫做什么？不读不回，我们上帝该回谁？好，伫个咱教会的旧堂。时间是6月10号，拜六下晡1点到5点。好，补充报告一项，本会的蔡日君姊妹的查某囝
张离婚姊妹已经登记结婚啊，吼，这是补充报告。毋知真正有新来无？无好。啊，吟信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望，信心同在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之地，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咱彼此请安。咱请小会员来到台前，咱甲今仔日献信礼甲信仰个别兄弟做伙翕相。